如果有马月清明，就是不买了，这条咱得买点了。一般俺们那车也不也新买的了，经济难的。那咱们呢，车上呢，有的忙家庭，明天我有明天车呀，明天一开就可以开，一些个车头都买别的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如果他车到，都看这个本来这些事情都呢，一般去红买票都不买了。那这样我现在一般都不要去红了。看你呀，我呀都一下3天就我都那个还会好的庙会，那边一把票，这就那打电话出来个这嘛，要不嘛呢，平来很难了。那不然咱别搞不了了，今天我们俩好要来拿了。那为了打出来丢出来就，你把我们来拿好，我们不高兴呢，来平来拿。你那人家打来没有事，你这个产品的我比你马上当来，所以就嘛做完了。那。我这样的有这样的跟他讲，上方面这样他比不了是吧？你说可以是别人的，你说什么那外面的，你说从哪来？你说从哪？我经常跟人讲哦，用来从哪好的？还有那某关呢，其东西嘛，在那一把面，把平的那边咯，面一把面的这个呢，面的还要把米面的把它不米。那不要做现在的人呢，没什么的呢。所以说他这个国家的那个厂呢，其中起码在那2个多别都搞不了。怎么呢？今年呢一些来搞自己，其中起码要一般偏完，那就忙的，你说起码有人都买一般偏的，好了，后来呢？更好啊！就咱到明年到这样，我一般不用来花，现在这种到不然呢，一煮烧不然呢。用节目咱那把不用了，你休息有点累了，我呢把不累来了，阿门。